我是名人的，名人，那你他是名人都骗了，你看名人，我看一两千万的，哎，他假借名人也可以啊，真的是他本人，你也没办法无从确认吧，对不对？这位住在中西区的林姓老翁，因为在网络上加入了财经专家粉丝专页，想说能够跟着专家的投资建议发财，想不到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。原本已经到了金融机构要汇45万元给诈骗集团，所幸航员机警马上通报2分局民权所员警前来协助。经过警方向阿北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后，终于劝退阿北想要汇款的想法，保住自己的辛苦钱。老师有没有学员？大家也都是有没有？这也都是啊，这些都是就会骗你啊。除了这件利用名人之名进行诈骗的案子，2分局海安派出所近期同样也有接获类似的诈骗案，只是这次的名人被诈骗集团换成了曹兴诚。那他加进去之后，群组发现是由投资名人曹兴诚，并提示他们投资特定股票。那过程中呢，他会请这些民众到金融机构去提领大笔的现金，然后在这个他们提供的手机程式操作之后，会请面交专员，自称投资的面交专员，跟他约定时间来领取这个现金。70岁的妇人因为误信假曹兴诚的投资建议，陆续将退休金400万元汇出，想要部分出金却不被允许，才觉得怪怪的。前往海安派出所咨询，所长陈博文马上就知道老奶奶是碰上了假投资诈骗，并从交谈中得知投资专员在中午的时候有跟老奶奶约面交取款，当下马上就与侦查队同仁前往埋伏，当场就逮捕了诈骗车手。跟这个面交专员约定，在特定的时间，我们来部署警力，来一举来查获这个诈欺集团，试图能瓦解它。那在当日呢，在我们警力的部署之下，果然发现这个穿着西装的这个男子，前来自称是投资专员，并出示证件及相关领款的收据，向这个民众来收取100万的现金。那当场完成这个点交的过程中，本分局的警力就当场上前逮捕。台南市警察局表示，民众应该慎选投资管道，千万不可轻信名人大师、高获利、稳赚不赔等口号。投资理财也应该透过正常的管道进行操作，不要轻信社群网站或者是交友软体资讯，避免遭受诈骗。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专线咨询，警方也会立即提供协助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